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1月2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第9节到第10节，17节到18节。士师记第4章第8节到24节。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论断。前礼拜六，咱伫读经的中间有提到讲，这个唯一的女士师底波拉，上帝呼召伊要成做以色列的老母。也牧师讲一句话，相时伊嘛要成做巴拉的老母。迄就是讲，更较正确来形容底波拉成做巴拉的保姆，就因为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士师记第4章第8节的记载讲，巴拉虽然受到上帝呼召，成做带领以色列人要征战的领导者，但是伊可能伤过头柔软。伊就对底波拉要求讲，圣经的记载，巴拉甲伊讲：你若要甲我做伙去，我就去；你毋去，我就毋去。也因为伊伤过柔软的表现，底波拉士师就甲伊讲，巴拉甲伊讲：你若要甲我做伙去，我就去。底波拉讲：好，我甲你去，但是你拍赢嘛无有功劳，因为上主要将西西拉交伫一个查某人的手中。因为安尼，底波拉甲巴拉就做伙去加底斯出发。这就亲像耶稣咧批评遐真爱伫人面头前，假模假样伫路口故意大声祈祷，叫做虔诚的法利赛人共款。因既然已经得到迄个人的讹乐，就无搁再拥有上帝的想。这是两种的极端啦吼。这种是求毋敢进前，这种是过分来追求家己的荣耀，这拢未得配得上帝的荣耀。颠倒迄是迄位恬恬无名的女子，忠心伫上帝所交代互伊的呼召使命，伊就要得到上帝的荣光。士师第4章，士师记第4章第10节到16节记载，整个巴拉所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对抗西西拉的大军。底波拉士师甲巴拉讲：进攻！上帝已经将西西拉交伫你的手中，上帝伫头前咧引带你。圣经记载讲，巴拉调集西布伦人甲拿弗他利人到加底斯，对伊去的有1万人。底波拉嘛甲伊做伙去。迄时，摩西一丈人何巴的后代基别人希别，离开其他的基尼人，来到伫加底斯附近的撒那因橡树遐大布片仔伫遐。有人甲西西拉讲，阿比拉阿妹囝巴拉已经上去塔bek山。西西拉就调集伊拢总体的战车900台甲全军，对哈罗瑟、哈戈因来到伫基顺河。底波拉甲巴拉进攻，你着讲进攻。今日上主将西西拉交伫你的手中，上主伫你的头前咧带你，
巴拉就对他壁山落来，对伊会有10000人。上主互西西拉以及甲所有的战车甲军队受到巴拉的攻击，混乱四散。巴拉就落车，起骹逃走。巴拉对入遐的战车甲军队，到哈罗瑟、哈戈因，西西拉的全军拢受杀死，无留甲半个。上帝确实是甲巴拉同在，并且将西西拉的大军来交伫以色列人的手中，互因来得到全胜。不但安尼，就真像底波拉士师所讲的，上帝也将阳光交互雅億的身上。当西西拉的大军败阵了后，伊就逃走，进入伫因好朋友基尼人希伯的太太雅億的帐房。圣经安尼记载，西西拉起骹逃走，走到伫基尼人希伯的某雅億的埔边，因为哈瑟王亚宾甲基尼人希伯的家关系真好。雅億出来迎指这个西西拉，就对伊讲：“我的主人，请入来我遮，毋免惊。”西西拉就入去伊的埔边，雅億就用毯仔甲伊盖底。西西拉甲伊讲：“我喙焦，请你用一罐水互我啉。”雅億就开第二的皮囊互伊啉，又原甲伊盖咧。西西拉佮甲伊讲：“你徛踮埔边门口，若有人来问你，有人伫遮无？你就讲无。”西西拉夜深，困眠重，希伯的某雅億摕布片的起仔，手举锤仔，用尖的行去遐，用黏的行去遐，用起仔对伫伊的鬢边钉入去，烫到涂骹，伊就死。上帝用特别的方法，互以色列人来得胜，并且将西西拉交互一位女子的手中，互伊得到上帝的阳光。然后，迄个受呼召却无有胆量的巴拉，就因为伤软者，要求女士师爱同行领导。虽然赢战争，国力渐渐强，但是失去了得到上帝阳光的机会。圣经讲，迄时巴拉对入西西拉，雅億出来迎接伊，对伊讲：“请来，我互你看你得找的人。”巴拉就甲伊入去。巴拉看到西西拉已经倒伫涂骹死伫遐，起仔还钉伫伊的鬢边。对安尼，上帝互迦南王也免受以色列人的制服。以色列人愈来愈强盛，赢过迦南王亚宾，最后将迦南王亚宾来消灭。这是上帝的判断甲赏赐处罚。保罗甲罗马教会写的批信中间讲到上帝的审判，但是保罗详细也劝勉基督徒毋通背叛别人，因为上帝会照安尼的事实来审判人。较重要是家己的性命必须要有改变，坚持最好的代志，追求阳光尊贵，追求迄个永远袂朽烂的性命。罗马书安尼讲，所以你这个背叛人的，无论你什么人，拢袂当杀责任。你背叛别人的是背叛家己，因为你背叛别人的是做的代志，
家己嘛逐项去做。咱知做即款诶代志诶人，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。你即个人，你批判别人做遮诶代志，家己嘛去做共款诶代志，你想讲你会当闪避上帝审判是无？还是讲你看轻上帝极大诶仁慈、宽容甲吞忍？你竟毋知伊诶仁慈是要引带你悔改？你硬心毋悔改，是伫为着家己累积上帝诶受气。即个受气是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来显明。上帝会照伊逐人诶行为甲因报应。伊遐会坚持做好事，追求阳光、尊贵甲袂败坏诶性命诶人，上帝会使伊永远诶活命。遐会自私、无遵趁真理去趁不义诶人，上帝会受气甲刑罚会临到因。所有做歹诶人会受到患难诶苦，大胜诶是犹太人，才是外邦人。不过，所有做好诶人会得到阳光、尊贵甲平安。大胜是犹太人，后来才是外邦人，因为上帝伊无偏待人。我应该来论断别人，应该定爱追求生命诶改变，追求上帝所赏赐诶活命。上帝会用家己来寸度标准来审判人。并且上帝无偏待人，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上帝拢相款疼痛，袂偏待。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点点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无开喙，无出声，因为你会对敌伫扰乱，怨恨你诶人伫反叛。因用奸诈的计谋要害你的子民，因参详要害你保护的人。因讲来，咱来消灭因，互因灭国，互以色列的名永远消失。第9节到第10节，求你对付因，亲像对付米甸人，亲像你伫基顺河对付西西拉甲亚宾。因伫阮得你灭无，变成做地上的粪扫。17节到18节，愿因永远见笑惊吓，愿因闹开灭无，愿因知只有你是上帝，是掌管全地至高的上帝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恩典，互阮的生命会通得到改变。求主帮助阮用上帝的标准，先来看家己，来看别人，要互阮随意去共论断，成做一个应神益人的人。佮一个求主继续保守伊伫逾节，互伊会当早日恢复健康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